台北市今日的空气品质可能是达到红色的警示，主要的污染物是臭氧。这环保局是伫咧路边加强掠起机车的污烟，嘛去客闸、加油站、印刷厂，另外3座分化厂嘛拢降载。一波臭氧污染上高的所在是伫咧阳明山，提醒观众朋友要注意。这几天台北市出日头嘅温度悬，挥发性有机物佮氮氧化物点污染，伫光化反应之下，较会生成臭氧。虽然一早台北市空品佮伫普通的阶段，毋过中昼日大日头直射了后，环境部预报可能会来到对所有族群无健康的红色警示。为此，环保局启动相关应变。VOC 排放量比较大的印刷厂或加油站，我们也去做查核，还有我们也去查核餐饮业、机车跟柴油车的燃茶总数，我们要求我们要查的燃茶数会比平常总量增为2倍。连台北市3座焚化炉拢降载10%来应用。环境部表示，25号主要吹的是南风，北市离风尾，佮加上高温造成，预估26号开始会改善。也跟风速大小有关系，南风不够强的话就吹不掉啊，南风强一点的话，也许就把它吹掉。明天我们现在预估明天就不会有这样的现象。臭氧是衍生性的污染物，这届上悬的浓度竟然是发生伫平常时空品上好的阳明山，上悬小时值来到96.5 ppb。环境部指出，将有可能是周边氮氧化物排放少，导致乎臭氧浓度偏悬。旁边没有特定的污染源来产生这个氮氧化物，那因此呢没有办法形成所谓的滴定效应，来让这个臭氧反应减少，所以以至于臭氧浓度偏高。环境部表示，欧洲研究显示，离氮氧化物排放较少的庄脚地区，臭氧浓度会比都会区悬。这个阳明山的高浓度嘛无排除高空实吹西风，甲境外污染带入来。公司新闻林建伟配合做台北报道。